众朋友，今日个好无翻收看福起来，我阿明哥刘浩明。讲到屏东县的竹田，他讲人天的上多花，如果讲竹田有几多无同样的名哦，譬如讲墩物啦、无糯米厂。唔过咧墩物、无糯米厂其实与同俺的米路有关系。从俺的竹田附近有的跳塔村，如果俺的米出热的地方。他们在1941年的时期，在俺的竹田的对面有一个德兴糯米厂。因为伊阿米出热的关系，可是其实是在德兴糯米厂，在俺的绿队地方最有名的糯米厂。但是差不多在30年前，也德兴糯米厂伊开始无营业以后，然后无个就开始慢慢的如坏的。差不多在几年前有一个开咖啡店的，把伊的一部分买下来开咖啡店，可是今日喺俺的竹田前面有看到一个太佛墩物所。你今日有请到来宾喺我哋德兴糯米厂嘅后台李太哥，而家就同人讲，后来嘅德兴糯米厂，伊除了变成一部分变成咖啡店以外，另外一部分变成乜嘅？我哋马上欢迎我哋咧李太哥嚟到现场。李太哥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我係屏東縣竹田鄉嘅李樂。伊都睇過其實德興糯米廠我這個很內服嘅，其實我係咪聽過有嘅名稱？因為其實喺竹田來講嘅話，其實如果係米量啊，適合嘅地方嘛。可是以前德興糯米廠其實喺我哋綠隊來講嘅話，算是夠有名嘅。你咪同我哋觀眾朋友太過紹介一下講，其實就係人家阿公成立入嘅糯米廠係咪？30年，民國31年吼。阿公都在竹田呀火車站咧，在門口加中業農民廠。佢能那個時候，竹田鄉屏東本來都係產米嘅地方嘛，又有火車站，嗰度啲農民有啲稻穀都對嘅斬米都對嘅送到台灣的各地。以前嘅嗰農業竹田呀茶站又喺西部幹線裡面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運輸的一個所在。但是我想問下講，因為其實頭先講嘅我們所講嘅咧竹田啊，其實我哋西部幹線嘅最重要的一個火車站嘛。對呀嘅把米我哋講穀變成弄成米以後，對呀火車站送水去嚇，能講跳塔嘛，熱米出米。但是問題係唔係講有一般油條開的人可以可以站到我哋咧火車站對面的天嚟啊！聽你講，媽咪講有平常嘅人都可以有能力開糯米廠啊！其實我阿公係做乜嘅？做乜嘅生意？發行來，還有同事講，伊做乜好想我提嘅過一單嘅糯米廠。以前阿公也各有生意嘅頭腦，做一個台我印象地背啲工廠嗰台工人差不多差不多上百人這樣子，對，每天就這樣子出進啊，然後再加上那時候種農，然後大家都對農業的發展都有一些很特殊的一些政府也鼓勵，那這個糧食局也指定德興米廠作為這個官方這個農民嘅一個指定的一個米廠。你想同我哋娛樂他講嘅吼，像我哋咧台灣其實替最有錢嘅人，我哋王永慶，而這個他嘅人嘛地嘛，以前王永慶最俾人講嘅一個故事都講，以前在買米嘅時節，如果記得人講，馬上時節差唔多都卡米，我用係的可是我同講，可是其實真是農米買米一件事情，好，如係其實喺農業我哋農業消費地方。變成有錢人，無論講變成一個過太富嘅人咧，一個過創業嘅一個行業，尤其係有得到我哋農糧署嘅一個變成國家嘅一個農米廠。我嗰時陣，你這個有看過人家阿公冇？有啊，伊一定有人啊。雖然阿公賺幾多錢，不過伊嘛感覺到，天一代應該要讀書，讀個幾好，讀好書要去台北，要去上班，安尼啷個錯？唔是講留喺竹田，同阿公做生唔是，所以我哋嘅爸爸媽媽嘅台攏各位讀書，嘛喺阿公佢重視教育，嗰陣嘅農業時代，阿公都感覺到，一個醫療的設備是
这个农业社会是很缺乏的。那影响里边如屏东县体检这个大人药专，优诊也买迄大人要医药大学，也敢太好都在共同跟地方一些士绅创办的一个医事学校，所以阿公以前就有这样的一个眼光啊。那路卡路归多新学的这个锦旗啦、奖状啦，还有唐路归多啊，偏远路卡目前这个栽培孩子念书的话，阿公都会把赚的钱去供应他们，在俺英雄里面系安尼。可是其实吼，我们讲早期的有钱人吼，伊也要撒笔经营过存的吼。如果因为讲啊，这个今日有钱，伊要开始去听书啊，咱困人家。哦，无论我哋去投资中啊，等咧攀学啦，吼，譬如讲咱启峰先生啦，吼，如果攀咧民火总好啦，无论讲，伊等我因为讲啊，真的要有一啲教育后台的一啲责任喺嗰边。我可是，但是我想到讲，中共唔妈其實喺台北教書，咁唔爸爸喺台北，咁路萬是喺台北睇啊。係，我喺台北出生嘅。咁但係如果個人嗰陣我過來做田係咪？是，係。啊，唔幾時就影響地方做田係用嘅？哦，做田跟老年咯，我感覺到做田幾多年，啊，每個人都很友善。我哋台北過來吼，有一種衣錦還鄉嘅感覺。我哋喺火車站行出來，大家都講慢慢過來嘅哦，慢慢過來，啊，感到幾片那係自家路卡嘅感覺。過去台北吼。cái cặp bè liền xa một mấy cái sự thấy nếu như là lúc上學啊，爸爸媽媽去上班啊，這個下班歸來啊，大家都做自己嘅事情，冇過去都感覺到幾好，幾多特別冇乜嘅班，沒有什麼班可以玩，回去就很有意思。特別都真係有啲神態的地方，但是貴到路卡時都有啲故鄉，叔叔伯伯啦，某個親戚全部睇嗰啲，一看見嗰啲講啊，你慢你說那樣好咧，係啊。嗰度變成講，其實種田對人來講，我發覺係一定我講啊，影響地方幾好嘅地方，幾富庶嘅地方，特別都幾人強嘅地方嚟。係咩嚟講？係咩可以講？嗰時唔退休係咧係都想要結天要幾多眼人做田。我還細時候，媽媽都喺台北教書嘛。媽媽每年同我講，我哋來台北哈，是一個這個過客啊，台北不會是我們的家啊。我來台北如果把你們栽培長大了哈，我的工作結束了以後，我就要回去我的故鄉啊，這個一個責任去完成的。咁講埋媽媽都82年過身嘅，喺台北過身嘅，但都一直記得安尼。唔過82年安尼都太好畢業，又結婚，又做事業，啊，又7年又出生，啊，有20年的時間，對也快我哋故鄉沒有去跟他有太多的往來，但是一直把這些想法就是放在心裡。一直有這樣的一個想法，然後剛好這一次的客委會的這樣的一個機會，可能這排如過年大家吃飯，啊明年哈如果有時間吃飯都會講一擺，講退休要歸啦，我表妹都同我講，媽，我50歲來路安尼長災啊，明年都講，啊明年都冇時間，伊都去同人報名，伊講我同報名嘅，我要去參加，也伊咧好多。大陸係較免費嘅義機嘅機肉啊，唔去做緊咯，唔上買都做出來，啊都差唔多100人嘅去參加，伊講輕人，後生嘅參加，講我50歲那後生嘅，伊講也新嘅定義係65歲唔到65歲攏係後生嘅，所以我哋可以用下機會，可以參加下機肉，還有5個都中選嘅。來都參加嘅計劃，想講也可以有這個學費來鞭策我做這樣的一件事情。因為真的是講，咁這個用命的也好，都真的都命都最慢都冇一個結果。但是因為我報名，係咪啊？可能會有多少少補助嘅唔怕，但至少最重要的講。
今日报名的哦，黑皮飞如果看到你在做一件事情，是，因为其实也都係黑皮飛，人哋講沙飛創新，以幾百地步，伊希望講，其實人哋軌道聽人哋都市準地步，人哋客莊人，可以軌到人哋咧，唔講喺即個故鄉啦，冇軌到人哋客莊地步去從事無窮嘅發展。嗰時當初係也幾百，比方開始過來嘅，結聽過來嘅。用想法變做法，用想案來做。那還有一個最重要的都去講，我感覺到廿20年吼，我歸來看到昨天，廿20年以前按老年吼，按附屬的地方，變做一個發起的工廠啊，以前的人運用的講，佢運用的想講也這個德興米廠的後退。嘿嘛，這個已經這個沒落了感覺啊，我有樣感覺。我想我這個，因為我嘛做老師吼，我辦補習班，我事業30年了，一個團絡差不多的，都想歸來啊，做一些事情了呢。幾多人對這個故鄉有這個想法，但是真實做出行動的人冇一多。休息一下哦，等下我都聽到一路泰國去做我們的事情。所以個節目我哋來自屏東昨天德興農米廠的後代李太哥同人講，我哋德興農米廠過去的歷史，但是已經同人講，喺落以回到我哋昨天以後，而做我們事情。其實我哋同一下到我哋咧，昨天茶站以後，第一看到路我哋見到最有名嘅一間我哋個網美打卡店，太和推木所，迄啲咖啡店嘅，但是我講，其實一個咖啡店嘅本帶係以前係德興農米廠嘅一部分係咪？以前都係農米廠嘅工廠，農米廠嘅工廠嘛，也係工廠。咁後來我買邊啲咯？後來都廠都冇做嘅，還有發起地，啊，有安尼嗰種個學做啊，還有冇啲就唔敢講到廢墟咁樣嘅，啊，也咧。咖啡廳老闆係新主人，還有一個講到來到昨天講，按老的地方，還有按泰嘅工廠，有火車站行出來都看得到嘅地方，還有感覺到也改好，改孬，都同阿喬講也可以買本愛的嘛，其實已經有想到要做一個咖啡廳，他把舊有的所有的梁鋼這樣的磚牆留着。再加上現在新世代的這個玻璃啊，還有這樣的一個植物的美學，整個融入進來以後，變成一個在屏東縣打卡的網美聖地。因為其實我當初一定開始做事人，真係會擔心講，係咪都像一般人用去處理人講廢墟一樣，如果從不去打開，從不停去做，後來開始做以後，我都發現講。我哋嗰監察用安尼方法來做，因為至少伊把當初可以保留嘅部分，好，我哋咪至少就從頭到我哋泰國講嘅，伊可能都係人哋倉庫嘅部分嘛，哈，伊至少幫我哋咪可以保留嘅部分，好，唔好威脅到我哋嘅安全嘅部分保留下來，伊倉庫係完掉，但是如果伊變成伊哋講，唔可以講鐵窗人。唔可以講鐵窗工，唔可以講其他題嘅，會變成講同隔壁完全合唔來嘅伊啲建築物，因為其實我哋見我看到人哋嗰度咖啡廳，伊做一個乜嘅巴洛克風，做乜嘅風，結果同隔壁嘅東西完全冇同樣，但是伊還是保留嘅，伊啲當初倉庫來用嘅嘛。跟頭都講，人倉庫買比人，咁後輩咯，後輩咪保即個咪保留。後輩有保留以前嘅事務所，以前啊做田個嘢啦。咱事務所有冷氣啊，佢以前都係人哋生意嚟，會準備喺邊個地方啦，長期冷氣嘅地方誒，佢事務所人哋留下來，事務所嘛差唔多有50年嘅，也50年建築，人都重新的規劃成一個民宿的地方。那這個民宿呢，以前它有一個木造的結構，總共有51個木造的結構口。
亚萨给时呢，如把这个布罩的51个结构口挖成51个大大小小的开口窗户啊，这样的一个窗户，它有些的窗户是对到大武山的景，有一些是对到火车站的这个绿意，或是对照竹田所有的这个这个植物的建筑物，所以每一个口都是一幅画。在这样的51个口里面，它可以把竹田的那个静跟美完整的去做一个很好的呈现。可是等于讲，海北人去竹田的时间，还是其实竹田已经算是一个，可能可以讲的台湾更加显有的火车站地位，好。算是一个贵奖的，因为保留日本时代火车站嘛，同时而家火车站腹地里边，无错从我哋可能冇比唔上某个台中啦，嗰度新的嗰种，但是还是保留的当初的一种氛围。和伊下来我哋做书片都有李修元的嗰种入样的展览馆，还有我哋池上一郎的，好我哋讲最南端的日本的图书馆，好对面都太佛敦木所，而家睇太佛敦木所还有杯。你把一个德旅店，也德旅店哈，有我哋小时候所有的记忆啊，也底部哈还有一个保险库哈，保险柜，到现在都还没有办法打开。我们现在也在从日本去征求这个职人哈，能够把这个保险库打开。那大家都很好奇，底部有乜嘅东西？有阿公留乜嘅东西本来的呢？像啲我哋講德旅店嚟講嘅話，嚇，Lisa嚟講嘅話，而這個規劃到一度間屋嘅房間啦。差不多有20的床位，20个床位。那我们有做青年式的背包客，也有做这个家庭式，也有做这个夫妻情侣的这样的一个规划。可是其實你把上嘅規劃呢，因為等於講，因為有時間人去到竹田呢，有的人嚟講，已經真做背包客。是。因為其實竹田貴適合我哋講細旅行、小旅行、輕旅行，好多火車這麼行下來，好一路行都有咖啡店嘅，好都有池上一郎文庫，然後我哋講太美，好，然後就行過去又有啲我嘅風鳴園，對，風鳴園，即行過一陣嘛，你可以看到我哋咧我哋北港嚇東西站同北港全部睇嘅，然後可以食到我哋北港麵店啊，然後行一圈過來，我哋都可以對我哋火車站去。等於講，我今日花1年的時間，好，不管是半年還是1年，好，可是1年的方法都差不多下晝就到嗰邊，我們睇個黑下，天熱早晨那是一個客家麵發辦，相當貴意，係啊。可是我當初呢，都有設計過，我哋講背包客可以黑的一個地點嚟講。竹田哈，要麼還這個國際慢城協會的一員，全世界現在都在推行的就是無煙的慢城旅行。來到想到講，像有一些年輕的媽媽，她只要牽着小朋友，搭上這個西部幹線的火車，她就可以從火車站走出來。對，喝一杯咖啡，在太美圖書館度過一個下午，會來到我們的餐廳，還有像主持人你剛剛講的這些有這個池上一郎的文庫，標準的客家的文化跟客家的那種悠閒的感覺，通通都會在竹田火車站做這個呈現。而且也反而唔會講佢太，唔會講佢太。係啊，慢慢的行，好，慢慢的行，慢慢的 TV， 我哋都竹田，慢慢的一啲上下成翻。所以你頭都想講嘅事情，係咪同萬世情嘅咁樣？應該講，那萬世時，那個時候竹田是一個很繁榮、很富庶的感覺。在我的印象裡面，小學的印象裡面，這是一個很富有。什麼都有的地方，我以前好像感覺到台北市唔多嘅東西，竹田都有。我阿婆喺路卡都有，一木竹北區啊，在早晨頭早餐、點心、午餐、點心、晚餐，就是一直都是很富庶的地方。這我感想下來，但是現在的竹田有另外一種美，很安靜的美，然後很優雅的美。以前常常說花東地區是人間最後的淨土，現在我覺得竹田、屏東才是台灣的一片淨土啊！
是啊，其实竹田人讲，其实嘛，伊咧开始啦。哦，因为其实竹田嗰种初航路以外，嗰种其他视察要起脚下头路好。起脚他啥？好，议论呢？议论呢？好，嗰个地方其实每啲人讲西论的地方，同每啲荒的地方，如果有真係冇同樣嘅一種風情同冇同樣嘅一種人文嘅一種特色嘅問題啲地方去，不是等於講行業對竹田嚟講嘅話，等於係人講去像我哋南部客家種一啲最重要嘅一啲人題。是，像我哋竹田路所以強力行啊，輕旅行嚟講，腳踏車、步行，還有竹田有一個最美的就是陽光，現在雖然有時候陽光曬得很熱，但是像這一次的德里店，我們的設計有一個很特別的設計，就是它的外牆要集結南台灣的陽光。我們的外牆是用一個磚窯式磨石子的方式，它有一種漸層的顏色，隨着午後的陽光，每一個角度的不一樣，會在外牆呈現磚窯不同的色澤。從紅到橙色到金黃色這樣的外牆，所以在火車站行出來，我們會看到給德里店是一個很漂亮的建築物。可是多時間對火車站行出來，唔單止係我哋講我哋太保頓，我說係一個打卡點，都是可能我哋德里店可能會變成另外一個打卡點。對，會是一個景觀的標的了。對。但你嗰時間唔估咯，等於講，從有德里店係蠻人開嘅咯。我兩個表妹開的。表妹開，伊們當初嘛係菜天然下，還是講嘛係創嘅呢？睇外面太嘅古來嘅咯。一定睇嘅好多中學。然出去外地讀書，還有呢表妹，她後來就在這個大陸跟日本跟着先生做生意。我另外一個表妹，她一直在做這個環境的工程師。對，那時候就是覺得他們中學以前的那些記憶，都是跟阿公阿婆一起的記憶。我們常常這個在聊起來，都阿婆各位主菜啊，可能講到如果阿婆煮嘛，是嘛個東西都要摸以前阿婆煮的好吃都有這種的想法跟記憶啊。跟事務所以前就是我們去在那裡玩吹冷氣的地方，那後來我們就想說，我們要重新把它打造一個家的感覺。大家有地方可以去，如果可以歸落，就可以常常的聚會。家打造完了，要有吃飯的食堂。我哋以前傳統啊，我哋吃飯用幾多工人啊？我哋傳統過太哦，我哋路口有一盤咧傳統，大家如愛睇嘅食飯，那我哋路上有喺啲所在有吃飯的地方，叫下吃飯的地方，大家如會歸落就有可以恢復以前家的感覺。我哋想法。你相同話呢，而落他講咧，其實有一啲地點，你從一啲路卡，但是有啲食飯嘅地方，下一段節目我哋都話講，而落泰國以及價位以及計劃去講乜嘅東西。休息下我哋馬上過來。翻過來，復起來。上檔節目我哋來自屏東竹田嘅娛樂泰國同人講，而家嘅德里店差唔多係今年嘅5月份會開幕嘅。但是啲講，而家嘅德里店係唔係表妹開嘛？但是你自家當初申請學位費嘅一啲，我哋講學種沙地創生嘅預期計劃地方，其實提出嘅係一啲我哋講德米樂，但是強美式文化嘅計劃，咁創業計劃內容係乜嘅呀？最早我印象我深嘅呢，屏東竹田鄉，因為我哋農米廠，我哋呢過去有一些很特殊的香味，你說是米香還是燒稻谷的香？那種香味其實將近有20年，我在台北都找不到那樣的香味了。那其實那個味道就是我小時候阿公阿婆的味道。再來
大家的印象里面，客家的菜都可以鹹啦，很下飯啦，油啦，煮卡啦，其實唔係。然後各位做事咧，各位做飯咧，各種嘅做幾多米食，唔係從大家印象裏邊，能有鳳肉啦，能有嗰啲鹹嘅東西唔係。所以我哋咧想法都係講，有落卡嘅，我哋想到以前的也係米食，我哋慢慢地去找回阿婆以前的味道，再把這樣的一個米食融合現代的所謂無菜單料理，那有着美麗的擺盤，還有結合屏東這麼多好的農產，包含了檸檬，包含了可可，包含了很多當季的水果，如何去做出一個我們所謂的讓大家都能夠有耳目一新的客家料理，我們把它視為叫做客家米其林。對，這是我哋太家一個想法。但是你這個本身都唔係廚館啊，你這個頭頭講，你這個係算做欣賞啊嘛，哈，你不講人家不欣賞啊，你這個唔係廚館，這個做出來的安尼地方挑戰我鐵太猛。這個安尼講哈，我們不會做，但是我們很會吃。那我們很會吃的同時，第一個可能會找到很多的同好。基巴考試的時候，我都一直在找尋夥伴，找尋廚師，從年輕的找到資深的。那剛好我這一次很幸運的找到了一個同是這個客家的子弟，他本身是念建築起家的，但是他沒有當過一天的建築師，但是他憑借着他對美的這種感覺，他當了25年的義式的主廚。當我把這樣的計劃去跟他敘述的同時，他整個眼睛都亮了，他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舞台，然後我們又有很多的客家的過去的這種想法。然後我問講，你認為建築的人怎麼會去做廚師？他說因為他念建築，就是太后填志願的時候就選了建築系，但是他從小到大都生活在阿婆的廚房裡。他說爸爸媽媽去上班，一路同阿婆在廚房裡面看着阿婆煮，所以有這樣的夥伴以後，又對我基巴更有信心了。我覺得我可以慢慢把阿婆以前的味道通通找回來。所以這一段期間呢，我們到處尋訪，到處吃，到處看食材，像屏東有灣滿的煮卡，這個內埔的東寶的黑豬肉，東港的魚貨，再來屏東有牛蒡，有檸檬，還有很多很多季節的蔬菜，這個都是未來我們在食材裡面一些很重要的部分。個後生人挺多意啊，希望我哋會有一個被建築師耽誤的一個廚師。但是我們說，你這個嘛請到一個廚館的嘛，按這個嘛有點想法嘛。但是人家地鋪，你想要做嘛喏？應該講，你本意接觸的地鋪，你想要做出一個樣的一個作品嘛？那個一個樣的一個不太可以可以參加的祭品咯。譬如講，也可能會一個傳統哈，還是講唔會變成一個套餐之類的想法。當初的想法現在這樣的一個餐廳，一個廚藝，除了有一個美好的食物外，還要有一個會講故事的人，更希望來扮演這個會講故事的人。我希望能夠好好的介紹這個菜色的來源，是來自於我阿婆那個時候什麼樣的一些想法，還有我希望在竹田做一個很好六堆的窗口，把所有六堆很多很好的農產品從這裡介紹出去。那過去也1-2年了，那看到幾多老人家，他們很賣力的在做這些的種這些的這個食材，但是他們借有一些參展，能夠賣出去的所剩無幾，就是能夠賣得很少。
那他们只能够在任何参展的时候，不断的告诉别人他的东西很好，不断吃给人家看，但是他能够卖得很有限，因为我觉得他没有一个很好的舞台可以去把这些推出去。如果未来我打造这样的一个地域的时候，我可以告诉他这个东西我采用什么样的这个食材，那我也建议他可以到这里去参观，可以跟他们有做一个接洽，这个是我一直想要做的一个事情。因为对你来讲的话，其实万世体外的作品都对人家阿婆罗卡的一种印象是改层的嘛，好嘛改好。可是你看，你说你一次就把体路也团结的变成更加。伊的新的想法，好，对我们的中央以后有的行起的一条路，伊的改创也有伊的基础。但这些基础我想要问一下讲，对你来讲的话，阿婆的料理底部有哪道是你这个感觉印象最深的？阿婆也高中诶，阿婆各位高中啊。但是有的人讲客家人的种诶，乜个都冇包啊，伊啲种嘅地方，那饭条啦，然后一块肉啦，乜下後來以前嗰陣時冇包下啦，乜個都冇咧拍拍嘅呢。哦，俺哋阿婆冇強用，俺哋阿婆種嘅係乜嘅料都有，乜料都有，即可能都係俺哋路卡佢有料啊，個特別嘅部分哈。啊，一擺哈，俺佢很幸運的哈，俺哋人推面都。第俺昨天最有名的豆油棒，豆油博的酱油，一擺學委會，俺參加學委嘅計劃，嘅豆油棒嘅這個總監，他的執行長，如係俺的陪伴教練李明芳小姐，露露把他所有他的這個規劃的經驗，把他所有對食材的選擇，對食材的料理。這個是傾囊相授，這個全程陪伴我做這樣的一個過程，然後我在找廚師的過程，我在這個食材發掘的過程，露露都給我一個很大的指點，所以他也在幫我找尋阿婆的味道。本身露露推動客家這個食材食物，這個是大家有目共睹不遺餘力的地方，所以在這裡我得到他的幫助跟獲得非常非常的多。因為講到豆油吼，講到話豆油包來講嘅話，其實你看啦，你講到豆油，鐵路上嚟講係等太鳳，嚇等鳳肉，嚇冇當係等個大鍋菜係啊。跟你即係講滿族肉對你來講嘅話，將一樣嘅去應用變成漢語版未來嘅一啲煮嚟講食材嘅一啲使用咯。因為頭都有講到係等女僕嘅五族肉一部分。豆油吼，喺客家人佢重要啊，以前嘅人會講到。豆油可以讓食物保存很久，可以一餐一餐的吃，但是其實豆油這個豆油在釀造的過程裡面，它是在料理不可或缺的一個過程。那其實我們現在希望的是把醬油跟客家的料理，再加上很多的天然的香料融合在一起，做成一些新的味道。那一直以來屏東除了以前的稻米，屏東更是醬油的故鄉。所有好的醬料醬油都來自於屏東，都來自於客家的文化。所以未來醬油它不僅是一個主要的調味料，它更是一個文化的傳承。可是而家用講嘅時間，我都發現已經冇留後啦。好，今日最尾嘅問題我都想講，因為其實對你來講嘅話，唔算是一啲你個討論講嘅，行到一啲中人，好，因為以前適應嘛睇，好，因為適應嘛有一行一條路啊，好嘛有得搞睇，咁種唔見㗎，我幫下哋電視機前面，好，全球啊有啲對自家嘅故鄉有很多想法，然後又想個過去，但是用兩樣嘅做嘅人有乜建議冇？想吼，一個機會唔係每個人都有。可能還有安呢，可以成為一個緣分，能夠有這樣的機會可以回去。不管事情的大小，只要有心，大事小事都是對故鄉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只要我們去做，不要放在嘴巴講，它永遠對我們的故鄉都會有一定的幫助。
因为对故乡的一种想念，故事虽然伊係睇台北睇伊的娛樂，但是伊睇伊中央的世界，伊嘛希望講對故鄉地方可以做一些新的，同時伊最希望的嘛係延續伊萬世對昨天的伊的想法。今日我感謝阿娛樂泰國同人講安東娘的故事。謝謝主持人，嚇，謝謝大家。唔但要來屏東縣竹田鄉。行出火車站，都看到我的德利莎，還有菜市堂，歡迎大家來了，都幫我哋吃，多謝大家。歡迎大家來了哦，但是看下節目，聽下咱先來，運動哦。各位鄉親，大家好！又來到好好運動的時間呢，我係王正祥，定係偏係潘先生，也偏係蔡先生。今日教大家人的運動呢，係刺激導演，請鄉親可以來同我哋共下來做。今家教各位鄉親呢，係登根迎白，請鄉親同我哋共下來做。首先同我哋呢兩隻腳打一同肩頭同發。過來呢，我哋呢數壓好起來，卡肩頭，拿到我哋呢頭拿當好。我哋呢數棍呢豎好起來，轉一下數肩頭呢轉一下豎好起來，當我哋延伸向後背，豎橋呢綁喺後背，我哋呢下墜硬數胸前呢落下來，我哋呢數棍在合到前面。下邊到前面都時間，我哋踢出去，再過來，我哋再一下，樹棍綁好起來，向開向，向前打開來咧，我哋咧延伸同下墜岩向打好，我哋下來嘅時間，我哋下墜岩樹下來，我哋咧樹拿出來落背，我哋樹拿出來落背，合手來，對我哋樹棍踢出去。送出去，再綁下來，樹棍中央合手來過後啊，再踢過出去我哋做時間呢，我哋記得我哋呢樹係卡肩頭，卡肩頭我哋呢樹延伸，肩頭呢向後背，向樹彎呢向落背。我哋呢樹把掌向落背，卡肩頭向落背時間，我哋綁下來時間係對我哋呢樹橋一隻伊綁下來，轉一下綁下來，綁喺到前呢到我哋呢頭呢一隻，我記得我哋呢樹橋向後背，安尼送綁出去落背，綁喺到背後背時間，我哋呢肩頭多啲我哋呢搖一項，我哋呢搖一項撞嘅時間，記得我哋。樹一坐下去，我哋呢下墜岩樹下來，我哋呢延伸同十八合手來，合手來時間，我哋呢肩頭同埋呢樹棍合過手一些，合過手一些我哋呢送出去嘅時間，記得咯，我哋送出去，我哋呢做嘅時間，人講登根迎白係腳要扭向來，腳趾要扭向來。我哋扭嘅時間，咱唔係企冇穩，我哋會彎到，所以我哋開頭做嘅時間，我哋先學唔冇扭，我哋用天鋪嘅，我哋呢數轉一下時間，卡肩頭轉一下時間，又喺卡肩頭喺邊讓我哋呢數呢比靈發過好嘅時，轉下來嘅時間，對我哋呢數節轉下來嘅時間，我哋延伸是把合手。合手係愛望我哋呢心倉，過來呢我哋呢樹節綁對後背去，綁對後背時間我哋呢樹穩肩頭，點我哋呢搖一下，點我哋呢搖向眼頭嗱我上去，佢我哋呢胸前，個我哋呢過望，所以我哋肩頭出來時間呢下墜岩為樹。下墜岩樹，我哋呢延伸嚟合手來，延伸合手來時間，我哋呢樹節天天呢，撞喺到個拳一些，
绑毋到佫圈毋芳，我哋都佫圈一些。我哋咧树棍天天咧撞上去，送上去，眼神停頓咧七八恰恰，也係我哋咧腳平平嘅時節，我哋安尼學嘅過順嘅時節，我哋可以通常咧可以安尼天天咧安尼做，我哋咧腳蠻堅硬，唔學會嘅我哋咧天賦學會嘅我腳冇拗，唔學會，我哋過來咧我哋安尼前面數位嘅，我哋咧腳學腳按拗嚟拗好嘅嚟，記得我哋咧腳一連發，我哋咧先從來學腳按拗好嚟，喺我哋咧腳趾拗好嚟，對我哋咧腳長頓天嚟腳拗好嘅嚟，我哋可以做安尼通作講，我哋先同腳拗好嘅嚟，再變下去，拗好嘅嚟再變下去。我哋喺加速嘅時節，我哋數純粹腳拗好嘅嚟再變下去。也喺我哋做嘅時節，我哋嗱咪安尼大風口，安尼我哋嘅眼神都會數行嘅彎道，所以我哋做嘅時節，我哋可以分做一兩個動作，一個係數壓出去，我哋數做一個數嘅運動，我哋數嘅運動都安尼綁好去，接出去，像我哋接東西一樣嘅接出去。過來我哋咧腳趾愛連發，我哋咧腳愛連發，我哋咧腳長地天嚟翹上去，對我哋咧思維地咧後背，腳安尼拗上去嚟，拗上嚟，我哋安尼練會嘅呢，我哋那臀豎臀腳向下走，豎臀腳呢後走，我哋都天天咧綁上去嚟，安尼送出去，送出去。安尼要天天咧送出去時節順勢，我哋咧腳拗上去嚟，也係幫我哋咧眼神咧協，人講協調度比較好，係腳拗上嚟分開嚟做，數傳出去，腳拗上去嚟，數傳出去，腳拗上嚟，所以我哋安尼做咧，幫我哋咧數臀腳，伊嘅協調咧個調勻一下，所以我哋做嘅時節要記得，我哋咧數綁出去嘅時節，我哋咧腳壓上去嚟，壓上去嚟，安尼我哋咧思維上，我哋咧協調性那會較好，所以我哋喺做嘅時節，我哋咧數棍綁，也出一點點來，喺我哋數傳出去轉嘅時節，我注意講啊，我哋咧見路。係講硬教嘅，我對我哋咧數橋項，我哋咧數節，安尼好轉過來。我哋咧見路那會說，唔係講一下去轉唔到嗬，行硬見路講硬教嘅人，我哋咧見路嘅數少，所以我哋喺撞嘅時節，我哋咧數橋呢，轉一下綁上去來，我哋天天咧送出去，我哋腳趾莫拗，我哋腳趾莫拗嗬。綁數，我係數臀延伸位嘅，我再來做一個腳嘅運動。腳嘅呢，就係我哋嘅腳，要記得拗上去嚟，變下去，拗上嚟，我哋係安尼，如果我安尼練打動嘛嗬，也係幾危險嘅。我哋拗嘅時候要叫嚟，我哋嘅思維坐下去，向後背，延伸向前面嗬，向後背，延伸向前面，安尼，我哋一步一步嚟練，練咧當我可以停留過久一些了，我那加速臀腳向下，加速臀腳嘅時節要揀呢，我哋數卡拳頭拿好起嚟，坐下去，我哋呢數棍存下去，頭拿好打好，轉下來嘅時節對我哋呢數節綁下來，綁喺當樣咧，綁喺當我眼神呢，人講眼神的極限，我眼神的極限那安尼，我都安尼嘅。我眼神的極限，我都可以綁得到安尼，也係我哋的眼神連發的時節，亦都可以綁得到安尼。所以我哋咧下嘴眼數下來，眼神清下來的時節，記得清下來的時節，我哋咧鬆數再合個手一些，合個手一些呢，我哋鬆出去的時節，鬆出去的時節，我哋咧腳那順勢翹上去來，再變下去，用那再一次。安尼我哋做呢，眼神都講唔係彎到嗬，安尼翹上來，我哋安尼送出去過後，翹上來，
我哋安尼眼神咧，哪會甜，哪會溫度，哪會好。唔係冇，我哋要送出去要巧，安尼驚人達到嘛，所以要注意提防哈。注意提防還有注意提防係樣咧。我哋係講行通唔方便，我用嚟同巧腳噶。我哋坐燈嘅時節，我哋可以利用我哋嘅腳，全個出一些。搖晃起來，搖晃腳掌，搖晃來。譬如講，我嘅手係腳掌，我嘅腳掌搖晃來時節，體會應對我哋嘅安尼條件路，表示我哋嘅一隻意哈。所以我哋記得，我哋雖然講無法度祈禱，我哋坐定咧，我哋腳也可以伸出來，搖晃起來，也係教鄉親大家要注意個，又可以坐定嘅方式。更加呢，我哋呢，同鄉親講，我哋做一個連續動作，俾大家人看哈。首先，我哋呢手徛出去，轉我哋手棍轉下來，轉呢到搖嘅手棍到搖嘅時節，我哋呢眼神再撐一下，向後背，哈，停一下，我哋呢行最啱數行起來。我哋呢向前合手來嘅時節，喺手棍行地搖嘅方向解釋，唔怕。我哋呢手棍拿到前面，送出去腳翹起起來，我哋無法度翹唔怕，聽聽咧哈。再一次，記得啦，下最啱要先數。數下來嘅時間，我向前合放起來嘅時間，手棍係地搖嘅好，再手棍綁出來，合手來，然後再送出去，也注意提防哈，你冇合手來，唔會達到嘛。也有出聲嘅動作，係有像愛出聲哈，示範一個出聲嘅動作。哈！哈！一個出聲呢，係幫我哋呢眼神，我哋下午吹眼嘅氣管呢左切。可以俾出來，所以係出聲嘅。初到示範呢係冇出聲，你教到我出聲，對佢哋嘅眼神又個好，咁我哋都來出聲，咁我哋再喊一次出聲嘅，俾大家人聽一下哈。今日的動作呢，做得到呀！希望呢，觀眾朋友唔能記好起來嘛，喺記好起來呢，明日同我哋線上來運動一下，我哋嘅眼神同精神哪會更加好，好好運動，下一次哪來了。